中华邮政伫全国推出2款限量财神黄金锭，南投邮局伫开放民众收藏进前，特别到这个草屯敦和宫进行过香炉的仪式，希望讲透过财神爷加持，让这套新产品更较有收藏的价值。中华邮政推出财神黄金币，将会伫7月27发行。南投邮局前往草屯镇敦和宫，有全世界上大财神像的庙宇进行过香炉仪式。 很特别啊，那个财神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发财嘛，对财神很有喜感嘛。是没有看过五财神，妈祖的还蛮常看到的。南投邮局表示，配合9月发行的财神爷邮票，经一种设计做黄金币，伫全台限量发行，希望透过财神爷的加持，保庇大家有好的财运。那这个喜迎财神黄金注定它有2款。 分别是10公克，还有1台2哈，1台2的是只有600枚哈。南投邮局将会伫发行迄天伫敦和宫设档，方便介意的民众购买收藏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